世界千里唯有知。只是一缕气息留意，便能负我千年修为，化龙成形。今天既超脱五行，造化通神，何必苦修不殆？如若纵欲所求，就与我在这千年寒池孤山与你双修以赴，其乐如何？天命真体，万邪辟易，你已经成仙，为何还不悲伤？刚刚是不是听到女人的声音了？少爷，老爷叫您呢。不是说不让我练完这套广播体操就不让我走吗？京都来了姑娘，老爷说他们家是京都豪门，让您过去一趟。啊，我爹给我发老婆了，那是不是不用练功了？爹，听说你要给我派媳妇儿，还是个富婆啊？对啊，这位是武王府的韩国长老，也是蓝莹的师傅。你们就安排这么一个死废物，还给我们家莹莹接亲？好了，闲话少说。今天我来这儿就是要跟你退婚的。退婚？因为老一辈的糊涂账，我们定下婚约。但看你这货色，一副屌丝样，也配和我蓝莹莹结婚？无论是家族实力，还是我自身的条件，都不是你这种社会底层的人可以染指的。我们家莹莹天之骄女，而你只不过是个深夜村夫。我劝你不要拖累我们家莹莹的后腿，否则我们武王府不轻易出手。爹，武王府是啥玩意儿？真是个井底之蛙。呀，要不就按他们说的退婚吧。退婚啊？那为什么不早说嘞？说实话，我本人非常反对这种包办婚姻。会说嘞，快点走流程，我还回去练操呢。怎么，你一副求之不得的样子，装给谁看呢？我不是如你所愿了吗？而且你也答应了。难不成你还要我赔你点分手费？你敢羞辱我？少爷果然有嫉妒。天儿能屈能伸，乃大丈夫所为。有此龙子，齐家万幸啊！师傅，他居然敢看不起咱们！我看不起你们，不是你们自己要退婚的吗？齐天儿，你小子心性不凡呐，难不成想隐忍下去，待日后修炼有成，然后再回来报复我们家莹莹啊？我有吗？老夫纵横江湖几十年，什么样的人我没见过。臭小子，你倒是挺能忍啊！敢在老夫面前耍花样，你还嫩了点儿。老夫早就看出来了。大哥，我真没有啊！我这人一向做事不奸，哪怕是1/1000的隐患，我都要除掉他。所以今天我就要废了你！所以今天我就要废了你！不是，我哪里得罪你们了？哦，我大清早上开开心心的出来练操，然后练完操的时候突然叫我来退婚，我也愿意同意退了，然后你现在又废了我，不是，大哥，你能不能讲点道理？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这个臭小子还在天真的做着什么30年河东30年河西的白日梦呢！啊，我有吗？闭嘴！韩过，你想干什么？奇袭外放，这是宗师之境啊！这帮老戏，我们家莹莹那可是天赋异禀，再加上我这样的师傅，他未来的成就就能强胜你千倍万倍。就算你拼上这条小命，也不可能赶上他的分毫。
我的师傅在上个月就已经突破了宗师之境，现在是大夏顶尖的一撮武修之一。现在下跪跟本小姐道歉，我可求师傅饶你不死，最多断你4肢。琪琪，别说我以大欺小，今天我就给你2条路选择。啥呀？第一，放了也可以，但是得要灭了你们全族。第二嘛，就是你要跪在蓝莹莹面前，亲手废了你的丹田，然后插断你的4肢，拔出你的眼舌，这样才能保全住你们的全族。选吗？混账！你我2家世交一交，我父亲也救过你们蓝家家主的命，退婚也就罢了，可以羞辱至此吗？这都多久了？我们也没求你救啊，不过都是为了面子罢了。我们蓝家根本不欠你们什么。田儿，让我们替你挡住这个所谓的宗师，死又何惧？18年后，又是一条好汉。对，田儿，走！齐家人铁骨铮铮，只有站着生，没有跪着死。爸，二叔、三叔，这个事情发展的有点太快了，我现在情绪有点紊乱。不是怎么就凭你，不应该跪着求我不要退婚吗？没想到齐家人的骨头这么硬，这种性格很麻烦，还是将他们灭族了吧。但是在那之前，齐家逃还是战？齐家人，你们要保护的该不会是个懦夫吧？选啊，快选啊，齐天！要不然我就把你做成人质，让你看着亲人一个一个的死在你面前。这37度的嘴怎么能说出这么冰冷的话？退个婚而已，干嘛要搞得你死我活的？咱们先坐下来谈谈，对不对？现在是法治社会，小姑娘戾气不要这么重哎。还在欲盖弥彰？你是要选择灭族了？哎呀，什么跟什么呀！无缘无故跑到人家来喊打喊杀的，还有法律吗？还有王法吗？受死吧！小心！哎，不要这样！这怎么可能？这是9楼护体。刚刚发生了什么？刚刚怎么了？那老头呢？啊，齐天啊，你不要过来！刚刚我们就是跟你开玩笑，咱们马上完婚行吗？老公，不，我是问，刚刚这么大个人呢？去哪儿了？齐天，你一定要把我逼到这个份上吗？行，我承认你不是废物，但是我警告你，你打伤了我师傅，王府你已经得罪透了。而且我现在是赵家公子的女人，赵家可是大夏的故事家。赵家，你这个女人怎么又跟赵家扯上关系了？等等，我伤人了？我伤到哪里了？齐天，刚才所有人都看到了，你们还敢打我？上门辱我少爷，给你一巴掌算是轻。打死你之前，赶紧滚！你们给我等着！无论是王府还是赵家，都不会放过你们的！天啊，事情出乎意料的大条了。确实很大条。我这从进来到现在不到半个时辰，到底发生啥了？大弟，你说，我？对，天儿啊，刚才呀，你面临生死危机，我们被迫动用了老祖宝物，把那个大宗师给击退了。原来如此。哎呀，但是这老祖宝物只能动用1次，蓝家是京都豪族，更何况王府乃大夏第一势力，这样咱们齐家可就麻烦大了。天儿，现在只有你能救我们齐家了。啊，爹你别逗了，我从毕业到家里，现在已经练了半年的广播体操了。社会上的事我也没打听过呀。怎么救？相信自己。你马上到京都找到唐家唐武，
跟他联姻。还联姻？刚刚一场联姻差点全族都被灭了，还想重蹈覆辙？哦，账坏了，这小子不会知道自己已经深功盖世了吧？你们是不是觉得我在家里边练了半年的广播体操练不出个屁，所以想下山让我去赚养老金？你要不救我们也不能管你怎么样，我可只能帮旁边的王母娘打一口闹的圈子，然后一家人在一起，承上启启也挺好的啊！行，我去总行吧，但总得告诉我唐舞是谁。哎，也就是个普通小姑娘。哎，不过她家的势力大着呢，知道吗？她要是能救咱们齐家就有救了。你看这对不对？对，你记得吗？他从小还跟在你后边叫你去干那个呢。养兵一日，用在一时，咱们齐家全靠你了。来，这是彩礼。没错，这就是你的老婆本。不过你可记住了，不到万不得已的可千万别用。来，赶紧下山吧，赶紧去吧，赶紧去吧。够远了吧？大老爷、二老爷，你们弄啥来？大老爷、二老爷，以你们的实力，区区宗师如同蝼蚁，您为什么要批少爷？阿弟，龙象无极功，你练到第几重了？第一重第二页，死活翻不过去呀！大哥，你知道我一心经商不如二哥，少爷的九龙护体，没错，他已达到9重大圆满，即将到达巅峰，届时我齐家将出真显。不可能，少爷才练了半年。对呀，大哥，天儿从小就不能练武，你连我们都骗？我哪知道他有这么高的天赋？这不重要，我只知道天命之人在我齐家崛起已成定势。原本想促成蓝茵和天儿，但此女心性极差，唐舞天资卓绝，姿色也是举世无首。最关键的，她是养龙之身，可助我儿龙啸9天。大老爷，您这武奇妙啊！神游天外，天命之人，养龙之身。这要是我是个女人的话，这得多妙啊！你们管这叫普通人家，这就有点关系。哎，干什么呢？我来找唐舞啊！又是来找唐总的，你该不会说你是什么未婚夫吧？你怎么知道？给我滚！你都是今天第78个借着未婚夫的名义来找我们唐总的，你们这些苍蝇能不能消停点？进来。唐总，什么事儿？楼下又有个说是您未婚夫的，这些事儿还需要跟我说吗？赶出去就是了。这个有点不太一样。走，出去看看。哎呀，两位大哥，我是真想见一见你们总裁。哼，妈的，真当这儿是动物园，想见谁就见谁。这样，大哥，通我一下是真有急事，就让我见一面。你什么意思？哎呀，别客气，都是给孩子的嘛。客气？我们总裁可是大夏第一女武神，商业女王，一颗葡萄就想让我办奇异的事儿。我知道你很急，但你们先别。这样，两个，妈的！保安，保安，见到一楼集合！这么大公司还玩碰头，这么年轻就练得真气护体，还玩碰头，有点意思。我去问。哎，唐总，你干嘛去？出去锻炼锻炼。人家唐舞是女总裁，怎么会看上你呢？爹，你不如就合着直接告诉我，就是下山来给你们赚养老金。还有25的、30的，没嘎嘎了呗？长得嘛倒是人模狗样，但想娶我可没那么容易。今天我就要给你点教训，让你知道白日做梦也是要付出代价的。
谁让他瞎鸟屁，真没素质，自己是他的罪上。臭小子！我去！九龙护体，你是陆地神仙？怎么从天上掉下来个小姑娘？你别说掉。哎呦，你怎么伤得这么严重啊？哎，什么情况？不行，现在得离开这个凶险之地。你在做什么？经脉尽断，我连他人都没碰到啊！你手骨折了，先别乱动，我给你固定一下。哦，对了，你家人电话号码是多少？我让他们来接你。我家电话是……不行，这样的人物若是知道我就是唐武，恐怕会给唐家带来大灾。爸，对不起，孩儿不能给您尽孝了。多少说呀！你杀了我吧！你有病啊！哎呀，哎呀，不就是骨折吗？大惊小怪的，这是肾盂血，待会有点麻醉作用，你忍一点。你还会医术，这人好像没有这么坏。哦，我大学选修的是人体穴位。哎，没关系了，死马当活马医吧。说什么？隔壁的声音能不能小一点？糟了，按错穴位了，这好像是增加情欲的穴位。流氓！你干什么？不是，经脉尽断你都能治愈？什么经脉尽断，大惊小怪的，你就是骨折了。你不会是庄重病吧？哦，你也想炸我？你说什么呢？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实力？我叫齐天，京海大学法律系毕业。我告诉你，我学过法的哦，所以你那些套路跟我没有用。你有病吧？我问你功法。什么功法？我倒是练过半年的广播体操。广播体操？叫什么名字？龙象无极功啊。有点耳熟。那你练至第几重了？第9重啊，第10重有点难做，目前还做不出来。你先出去。干什么？我要换衣服，你要看吗？可以吗？不太好。滚！哎，不，这是我花钱开的房，你拽什么拽？爸，我向你打听个事情，龙象无极功第9重是什么水平？当年我大夏至尊只练到了1重，退隐之后还是我大夏之主之一。你说的什么水平？千年来就从未出现过。我今天刚认识一个练到第9重的，他说他才练了半年。什么？这绝对不可能！他说他大学刚毕业，叫齐天，你认识吗？9重，这都已经是陆地神仙了，难道是传说中的天命之人吗？哎，人在哪？他人就在门外，还是要娶我。哎呀，你还等什么？赶快回家拿户口本啊！应届毕业生进来吧。没事了，没事，出去吧，我要睡觉了。你觉得我怎么样？什么怎么样？我觉得你配得上我，挑个好日子咱们结婚。但作为……是不是脑子烧坏了？你跟我玩仙人跳呢？什么？你不是说要娶我的吗？我什么时候说过了？我是有婚约的人。谁？难道不是我？唐武，知道吗？唐氏集团女总裁。好，很好。那唐武神仙下凡，天资卓越，他怎么可能看得上你？我非他不娶。还挺专一是吧？非唐武不娶。行，我听说明天下午唐武会在唐氏集团的酒会上出现，你可以去碰碰运气。真的？不过吧，能去参加的都是京都有头有脸的人物，这身价都在1000万级的，你有吗？1000万资产，我身上就剩30万。没事儿，你想去吗？想去，我可以给你支个招。什么招能挣1000万啊？大夏守护将将悬赏10亿寻找神医，你可以。我就知道你想带我去诈骗。诈什么骗？你刚刚不是把我救回来了吗？放心，就是点小毛病而已。明天唐武啊，可能会在京都的青年才俊中寻找自己的如意郎君，你去还是不去？
不去。不去啊？那唐舞就会找别人喽。要不去试试啊？毕竟全家人的希望都寄托在我身上了。怎么样？去还是不去？先说好，违法乱纪的事我坚决不做。你能治就治，不能治难道不会溜吗？对，要不行了，就这么说定了。明天我就带你去啊。谢谢你啊，人还怪好。你先出去吧，我要休息了。我花钱开的房间，我凭什么出去？我没带身份证啊！你要是不出去，我就报警。咱俩嘛，一起蹲好。简直无法无天！怎么这么漂亮的女人，心肠都这么歹毒？谢谢你的夸奖。不行，你出去。明天我要是不带你去，你就挣不到钱，挣不到钱嘛，就见不到唐舞哦。其实我也不太建议一起睡。你就不能再开间房吗？我现在真没钱了。我睡床，你睡地上。你再胡闹，我就报警了啊！我勒个去！陆地神仙的特效就这么不要钱的吗？真的没有其他办法了吗？江小姐，江家主已经没有任何生命体征了，已经是个死人。大小姐，是时候让老爷入土为安了，已经3天了。还没到3天，还有希望。我们不是发不选手了吗？一定会有能人异士来的。大小姐，你已经把整个华夏的神医都绑过来，现在但凡是个医生，一听咱们江家的名声，都躲了起来。接受现实吧。那就提高悬赏，20亿、100亿，只要能救活我吧。王神医是咱们华夏第一神医，他既然说救不了，那就4天给我，着什么急啊？你的事，告诉你个好消息，只要我们齐天师在，阎王都得靠边。棺材板都要合上了，你告诉我这是小毛病？哪来的骗子？两位，我们江家有钱是没错，但不是傻子，在行骗之前考虑好后果。简单。江如，你想不想救？不想救的话呢，我们现在就走。曾小姐，你可得擦亮眼睛，就这2个乳臭未干的小屁孩，也配藐视天地伦常？都是些江湖骗子罢了。行，等等，救！大小姐，我们齐天师有个规矩，先交钱后办事。哼，看看，狐狸尾巴露出来了吗？小天，这张卡里有10个亿，密码6个0。但如果你们没有救活，无论你们跑到天涯海角，我都有信心找到你，碎尸万段。就没有我们齐天师救不活的人，出手吧，齐天师。来，死人钱你都骗，我这还出啥手啊？我准备出兵得了。哦，不救啊，那就承认咱们是骗子呗。能和江首富葬在一块儿，也算是咱们8辈子修来的福分。待会儿呢，你就过去这么随便一治，然后咱们就6号。你们2个打算装模作样的什么时候？什么装模作样？我们刚才是在商讨医疗方案，对吧，齐天师？是。那就开始吧。关键怎么治啊？对了，先把脉。这是给死人把脉，你要不要看看自己在干什么？张小姐，你看看，他不是骗子是什么？小子，你胆子真大呀！我现在就闭嘴！大宗师之境，这么年轻，京都什么时候来了这种人物？让齐先生把脉。齐天师，请您继续。既然有如此神通的医生，竟能得天道关注，这就是陆地神仙的排面吗？完了，该不会遭天谴了吗？不行，齐先生，说话呀！这个，走吧。齐先生，如果你需要什么仪器药材，我马上让人空运，还是需要？什么都不需要。什么都不需要，还真把自己当神仙了。
把脉就把死人把活了。哼，这，走吧。齐先生，我们江家是不是有什么得罪你的地方？没有，我的意思是真的不用救了，走。接下来就别揍我了，连死人钱都赚，丧尽天良。你没看到希望吗？大小姐，我现在就去把那2个人抓回来。不用了，他们的本领我看到了，缺少这本事才神圣。既然连他们都没有办法，我们也应该接受现实。这些小钱，多买个心安吧。下葬！我活了，家主，诈尸了。齐天师果然手段通天。江家主，让老夫看看。心脉如鼓，慧体重生，江家主至少能多活20年，这不可能啊！这是奇迹啊！我感觉如此通透，像重新活了一样。是谁救了我？快把他叫来，我要好好谢谢他。慌什么？你心怎么这么大？人都追到这儿来了，以后别让我做这种事。钱不是到手了吗？这些咱不能用，这是诈骗，这是犯罪，你赶紧还人家。明码标价正经交易算什么诈骗？你要实在心里过意不去，到时候招商会入门念个资，你别用就是了。学了唐武进门之后再还给他。话是这么说，你别废话了，我走了。喂！哎，站住！清姐呢？啥情景？哪里来的土包子？没有清姐，赶紧滚！齐天，你怎么在这儿？是你，洋洋。这位土狗是赵少，他就是我之前跟你说的，用了歪门邪道打伤我师傅的人。哎，你别听他胡说，人不是我打的，而且我那叫正当防卫。那今天是冤家路窄了，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耳字头啊！齐天，赵少可是京都4族之一，赵家大公子，而且还是武王府的首席大弟子。今天既然遇上了，就替你料理了他。赵少，你小心点儿，这小子可邪门了，万一还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手段。我是五途境巅峰，任何小手段在我面前都是土鸡瓦狗。大哥，讲讲道理好，讲道理，你配吗？哎，你要干什么？他这怂的不像是装的，难道那天是齐家人出手，真的跟这废物无关？你配吗？哎，你要干什么？住手！谁给你的胆子，敢在唐家的宴会上闹事？一个小小的唐家使者也敢管我的闲事，又是谁给你的胆子？哼！我唐家乃是武王府之下第一世家，你这样的行为，我可以视为向整个唐家挑衅。洋洋，那咱们就给唐家一个面子。反正这种废物也不配我出手。这位大哥，要说捣乱的话，这个擅闯会场的废物，岂不更应该立刻处理？如果没有请柬的话，我们自然会打断他的手脚，扔在大街上。对呀，齐天，请帖呢？没有啊？没有，你来这儿干什么呀？不是说卡里有1000万就能进去吗？有1000万就能进去吗？你能拿得出来吗？你这一身凑得出100来吗？就是，像他们家那种穷乡僻壤啊，能凑出来1000块钱，那都是顶天了。再说一遍，没有请帖的话，就别怪我动手了。规矩我懂，验资是吧？那这卡上连个标签都没有，你3块9一沓批发的吧？齐天，你不会蠢到以为自己能够蒙混过关吧？蒙混过关，想得倒美。刷卡。要是让我知道你是在这招摇撞骗，别怪我们心狠手辣。哼！真是浪费时间。待会儿刷完卡里边钱不够，我就弄死你。赵少，你真好。好什么呀？这算好吗？这不就是捏死一只蚂蚁吗？不过话说回来，我们家这2天来了一批玩具，
陪我玩玩？哎呀，你讨厌，这还有人呢。人？哪有人？这只土狗算人吗？开玩笑嘛！真是世风日下，听见了吗？这就叫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小子，你知道你这个未婚妻在床上有多骚吗？我跟他没关系啊，他这么丑，我在路边捡个女的都比他好。西天，你找死啊你！兄弟，你再好好看看，真的，他太丑了。我昨天晚上在路边捡了一个女的，真的比他好看100倍。赵少，我要他死！你今天必须得死！在京都，没有人敢这么跟我说话。哎，保持2米安全距离，不然我报警了。怎么样？是不是卡里连1000块钱都没有？赶紧给我废了他！卡里，呀，出乎意料啊！这卡里还真有1000块钱，家里所有的钱都在这儿了吧？卡里有10个亿！10亿！现在我能进去了吧？直接，你可以个屁！你看清楚了吗？卡里有10亿吗？老爸，卡里真的有10个亿。哪来的10个亿啊？我有多少钱需要你管吗？哎，10亿，一个乡下的土狗，他哪来的10亿啊？莹莹，他到底什么背景？赵少，您不信我，他就是个土狗撞了运，我都被他欺负成什么样了？果然，你们男人都一个样，给了就不在意了。哎，我不是那个意思，放心吧。今天这场招商会云集了京中所有权贵，10亿可翻不起浪花来。好戏在后头。赵少，你真好，今晚我一定让你欲仙欲死。家主、小姐，有7天市消息。是吗？在哪儿？半个小时前，家族的人跟踪那张银行卡，在千群岛有一次刷卡记录。千群岛？千群岛是唐家的招商会，你们马上过去。爸，那谁不过20岁出头？对，他旁边的助手很有可能已经跨越了大宗师境界。像这种天纵之才，我们江家一定要教好。江明不是在那儿吗？我晚上打电话给他。别打了，江明这小子脑子葬礼他都不来，以他这种性格，搞不好会冲撞谁。你们马上过去，如果说我惹出什么乱子来，我第一个收拾他。是。这3个老头说的没错，唐家真有实力啊！那叫有实力吗？那是相当的有实力了。收队，好，好啊！你谁？Taxi，Thank you。我不喝酒。谁让你喝了？拿着。你这副样子容易让人看不起。我一看你就是出来见见世面的，对不对？这里的人，每一个你都惹不起。如果一旦发现你不自信，他们就会像豺狼一样戏耍你，然后再将你分食。所以装也要装成有钱人啊！收教了。敢问前辈是？前辈不敢当，在下只不过是一个资产过亿的企业家吧。哎，小兄弟，我们西门集团有个项目，哎，但你还是远离那里。为什么？为什么？首富公子江少还有王少，那都是4大家族的公子，能囤在那儿，那都是这大夏顶尖的豪货。那他们存在那儿干什么呢？当然是因为那张桌子了，那是唐小姐落座的。唐小姐，近水楼台先得月。哎，小队，你来这里谈什么项目？我就是来找唐武的。找唐小姐谈项目啊？是啊，谈个恋爱哦，谈恋爱，谈恋爱，不知天高地厚。现在他们为了唐吴争得不可开交，就你这种货色，现在的年轻人太浮躁了。
小友，我是骗子，你也不知道。各位，今天我们江家是最有资格跟唐家合作的，这点毋庸置疑。所以唐小姐的盘位应该是我来做。江上，唐小姐实力超群，也不差这点钱。为什么放出项目合作？无非是想找个如意郎君吧。我王家虽然抢不过，但也想分一杯羹。所以，你确定要跟我争？江少，请问唐武在哪儿？你在问谁？我问你啊，不然嘞？你是个什么东西？也有资格跟我说话？滚开！现在什么阿猫阿狗都能爬进来了是吗？我都没有惹你们，骂我干什么？小子，谁给你的胆坐在这，是在挑衅我们吗？这么多座位，随便坐好了。妈的，哪来的愣头青？来人，把这小子给我扔出去！慢着，江少，这是你扔得了一只老鼠，还能把这些都扔出去吗？提高门槛好了，拍卖座位，唐小姐身旁2个座位，每个1亿。哎，别说我不给你们机会。只为了坐在唐小姐面前就豪掷1个亿，何止啊！1亿直起拍价。不愧是首富江家之子，实力雄厚啊！好，那就按照江少说的来。各位，资金不足1个亿的，自觉离开吧。这个位置你们不配坐。还不肯手，那我就先出1个亿。1亿！我的天，不愧是江少，当真豪掷千金。怎么样？牛批！哎，小子，要么出资，要么滚蛋！哎，不听劝，敢跟这帮大少较真，不是自取其辱吗？我说，你们是不是钱多烧的呀？这么多座位，你们就坐就完事了呗？要么还是因为你屁股大，一个屁股坐3位的。唐小姐天资卓绝，举世无双，难道任何一个人都有资格坐她旁边吗？既然要跟我们竞争，那就得守我的规矩。连这点实力都没有，你觉得唐小姐凭什么青睐你？比你脸皮厚吗？也对哦，江家的卡之后还得还给他，要不用三叔的。这就是你的老婆本哎，不过你可记住，不作恶女的语可千万别有。看来现在是时候了。这废物还真是等作死啊！看来以后我们在的地方都得贴个标语：狗和下等人不得入。那我出10个亿好了。10个亿，这小子疯了吧？一喊就是10倍，我还是第一次看见有人敢这么挑衅江少的。这小子玩真的。你不是说要拍卖座位吗？干嘛？就这小子浑身上下加起来也就这10个亿。倾家荡产拍个位置，像你这种人，有钱也留不住，跟个暴发户似的。放心，今天他不光这位置做不了，江少他也得罪得死死的。小子，你知道我是谁吗？你是在拿你的积蓄来挑战我的零花钱吗？怎么？你说拍卖的？哦，还不允许我喊价了？没钱你就别装逼。狂！你小子太狂了，我忍得了，你也忍不了啊，江少。小子，别说老子身上就有200亿，我背后站的可是整个江家。你确定要跟我对着干？200亿！从袁某人开始打工也赚不了这么多钱啊！这小子摊上大事了。50亿！这小子谁啊？敢跟江少对着干？不知道啊。但今年的事儿，他要上头条了。一个座位50亿，是我疯了，还是这个世界疯了？七天，你怎么不说话了？真以为有10个亿就可以横行霸道了？在这里，10个亿不过就是一个小水花。他根本不知道自己挑衅的是什么存在。那就1比1喽。江少，在耍你！别耍我！
到账520亿。520亿，不可能，这怎么可能？520亿，你到底是何方神圣？我怎么没在京都听说过你这号人物？这穿着练功服，该不会他是武王府的人吧？王府？对，只有武王府的人才有这种实力与傲气。虽然说钱财可能比不上你们江家，但要全力施为覆灭江家，也不是难事啊。你是武王府的人？完了！520亿，他哪来这么多钱？小姐，这人不是昨天在楼下冒充您未婚夫的吗？是啊，怎么了？难不成他是某个影视家族的少爷？好啊，昨晚开房还说没钱，这不是有500多个亿吗？开房？我这都什么表情？你早说你是武王府的人呢！你早说这个位置早就是你的了。还有狗，还配啊！对不起，大哥，我承认刚刚说话是大声了点，这个位置是你丈夫。不对，他不可能是武王府的人，他就是个乡巴佬。银行卡到账520亿。不是吧？600？喂。手机铃声，哗众取宠。小姐，您居然跟这种骗子……社会上的事少打听，他和你想的不一样。这下啊，他估计把那些大少都得罪够了。陈秘书，你去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是。做你吗？我不就接了个电话吗？怎么又招惹你了？江少、王少，这个人心机叵测，就是想借哗众取宠的方式获得唐小姐的注意，同时羞辱你们。我说我是真觉得你就一个破座位在这抢来抢去的，这大堂这么多座位，想坐哪个坐哪个喽。你这个废物，根本不懂社会上的人情世故。你参加过高端酒会吗？各位，来人，把他扔出去！你说扔就扔。小姐，像这种大人物出手随性，很明显是我们叨扰到了他，生气了。那怎么办？我们还要过去吗？去，小姐，我们必须亲自道歉。江少，像这样的土狗，根本不用跟他废话，打死了扔出去就行。有道理。我说现在都是法治社会了，一个个在这喊打喊杀的，谁给你们的权利啊？还法治社会？你是傻子吧？哎，干什么？我警告你们啊，法律不会放过你们任何一个坏人的。七天，你不会以为靠你家里那几个糟老头子有点小手段就可以作为依仗吧？进了这京都，我有的是办法弄死你。真给我逗乐了！告诉你，在我们这个圈子，只要有钱，弄死个把人还真不叫事。有钱很了不起吗？有钱就可以为所欲为吗 ？Sorry， 有钱还真他妈能为所欲为。各位，我悬赏100万，从今天出去之后，谁在京都见到这小子，给我狠狠的打，打完发视频给我，钱马上到账。打一个就值100万，这不赚麻了吗？哼，这消息要是放出去，这骑什么的得直接死在门口了。早说让你别趟这趟，这下完了吧？京都的水深呐！100万，我王家跟了。3天之内，他要还能在京都站着做人，我跟他姓。既然如此，虽然我蓝家不比4大家族，但是50万还是拿得出来的。痛打落水狗，我喜欢。我赵家也悬赏100万。慢着！陈秘书，既然您来了，那这个事情我们就不好越俎代庖了。那要不您处理？当然。你不是有100亿吗？卡呢？七天，你该不会是想要赖账吧？
陈秘书代表的可是唐小姐，要是让唐小姐知道你在她的会场上闹事儿，以坊间流传其性格啊，那可就不是打一顿那么简单了。我来这里本来就是来见唐府一面，结果呢，你们的规矩我都照办了，进来之后处处针对我。卡，三叔，靠你了。那奇怪，这张卡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呢？江少，这个卡好像是你们家的呀，你要不问问你姐？这一看就是仿我们张家的黑卡，我们张家的卡上可没有龙鳞金印，在大夏连武王府的人都没有资格用龙鳞金印。齐天，你这是罪加一等啊！刷，要是刷不出110的话，你就等死吧。来人，把刷卡机拿来。你也配让大小姐进来？现在就当众拆穿，让大小姐知道到底是个什么人。我看看，3块，多少？不可能！我刚才在期待什么？他一条裤衩都能穿3年的抠门样子，能有100页？齐天，3块1毛3，你还有零有整的啊？你是猴子派来搞笑的吧？你这丢人都丢到京都来了。你没有怎么了？你们一个个盲目攀比，社会风气就是被你们给带坏的。而且不是说好了1000万就能进来吗？结果呢，我进来之后就又打又杀的，目无法纪。出去，这里不欢迎你。老三啊，怎么了？伤风了？还晕了我了。哎呀，坏了，把之前不用那个卡给臭小子了。小子，我希望你能活着等我把这边的事情弄完，我会亲自给你一个教训。哗众取宠，我们这里并没有邀请小丑，你现在涉嫌捣乱会场秩序，来人，给我扔出去！喂，住手！你都是谁呀？我去，找上门来了，看来这里待不下去。姐，你干嘛？干什么？你知道你惹谁了吗？你想让我们张家为你陪葬是吗？我没惹谁啊，我这几天一直很乖啊。张总，我可以证明，江少这几日确实让你说话了吗？能让江如这么大发雷霆，江明惹了什么大扰？长汉，他最近都干什么了？我哪知道啊？这几天除了这场招商会，我们哪儿也没去。就是他，公然挑衅我，还当众侮辱我们4大家族。我身为4大家族首的2公子，我肯定身先士卒啊！4大家族是吧？姐，身先士卒是吧？姐，出头了！一人2巴掌就打得轻的了。滚！齐天师，是我们江家疏于管教，如果江明得罪齐天师，还请恕罪，莫要动怒。天师，不是姐，你是不是被小子骗了？这小子是游子。江总，陈秘书才刚刚拆穿了这个骗子的把戏。放肆，江总，我和爸就是给你宠坏了。从现在开始，你的银行卡全部冻结，等什么时候学好了再结。不要。卡我走还不行吗？糟了，小姐，齐天师就是生气。齐天师，等等，卡都还给你们了，还要怎么样？
江如万请先生息怒。姐，少天，你们是干嘛？江明跪下！齐天师救了父亲的性命，并为其延寿20年，是我们江家的大恩人。什么？跪下！少爷，求你了，快跪下！齐天师之前都有得罪，请你恕罪。起死回生，还延寿20年，这他妈天方夜谭吧？若真有这等遗书，武王府也要任其驱使。我不信，他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遗书？难道那件事情是真的？齐天师以鬼神之力把父亲从鬼门关拉了回来，并为其延寿20年，如此本领，通天彻地，与陆地神仙无异，请受我等一拜。为其延寿20年，还真救活了，延寿20年。齐天啊齐天，我真是越来越期待你到底能做到什么程度。对了，刚才那张蓝银黑卡好像有点眼熟，发给老爸看一下。哎呦呦呦！用不着这，用不着这，这不关我的事啊！续命20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我怎么可能有这种本领？我根本做不到啊！天师这事不想让人知道，也对，如果被人知道这件事，估计会门庭若市，不得安宁。江如，你结婚脑袋了呀？啊，是江如误会了。不过齐天师对我们江家有恩，我们不得不报。这样，我们江家可以答应天师一个条件，只要天师开口，我们必全力以赴。别叫我天师，真不用。我来这儿就是想见唐武一面。以齐先生的实力，想见唐武，不是轻而易举。什么实力？对，好。各位，今天这场招商会，我江家替秦先生出资5000亿，欢迎大家参与竞争。不过，无论是谁出价，都不会有秦先生出价更高。5000亿还是白送？江家疯了！这小子可是一飞冲天呢！如此人物，走到哪都是响灯。若不及时拉拢的话，5000亿不会太多。能为齐先生做事是我们江家的荣幸，并且这个项目我也有所了解。长江天堂岛的项目回报率至少在300%。不是说这一出手就是白送15000亿？不愧是江家的画师，江总这一出手可谓是一手定乾坤的。从今天开始，齐先生就是我江家的科卿长老，地位与家主同等。蓝莹莹，你笑什么？你们真的信了他？能生死人肉排骨，陆地神仙，疯了吧？亲眼所见，何以不信？这人前天还是我的未婚夫，被我亲自登门退婚，生死大辱。他要真是陆地神仙，你们觉得我现在还有命活吗？什么？是我的未婚夫。又是未婚妻，天，你到底有几个未婚妻？不对，我为什么要生气？齐天，来，告诉大家，你会医术吗？我从来没说过我会医术。承认了吧？你骗得了所有人，你唯独骗不了我呀！试问，有哪个高人在受此大辱之后还能忍得了的？你们今天所有人全都得罪了他，你们觉得自己还能活着出去吗？他要真是神仙的话，除了你，无论你是不是，你都只能不是。齐天，要是让你傍上江家，死的就是我蓝家了。绝不允许这种事发生。起死回生本就是天方夜谭的事，连武王府的人都没有办法做到。
一个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小子，他能做得到？先生做事何须向你解释？我建议江总好好查一查，免得被沽名钓誉之辈哄骗了。到时候丢脸的可是你们江家。姐，王莎跟蓝莹莹说的好像有点道理，我小怪他。是不是脑子进水了？如果不是齐先生，还能是谁救？当然是我救的。王华佗，原来是王华佗出手，第一神医出手，那可信度一下子就提升上去了。王华佗，你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吗？当然，江家主乃天人五衰，我在你们江家用药无数，用尽了天才地宝，制成了这些九转还魂丹，才勉强得以续命。没想到竟然被这小子临阵截了胡。原来如此，原来是这样，我就说嘛，有些事他不能乱忍。江小姐，我这个人呢，向来很有原则的。你父亲的病啊，估计就是王华佗治好。好小子，上道。先生，我知道你是不想麻烦上身吧？我懂。哟，这真相一出来，就想撇清责任了。江少，您可不能抬贵呀！姐，他都承认不是他做的，还要自欺欺人到什么时候？我弄死他！哎呀，像我这种全力治疗的人，得不到应有的礼遇，还被人误解。江家，你们真是让我心灰意冷啊！哼，既然你们无情，就休怪我不义了。我决定将这剩下的药卖掉。这九转还魂丹有生死人肉白骨之功效，乃药中圣品。最后剩下9颗，价高者得。王华佗，你这个沽名钓誉之辈，找死！江如对自己父亲的救命恩人出手，失态了。什么救命恩人？明明是……哎呀，真没想到啊！江家，你们为了包装一个所谓的世外高人，居然能下这么大的血本，还想杀人灭口啊！说什么？你们先把我叫来治疗江家主，等到快要治疗后，就把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子叫来，在唐家招商会上权贵齐聚时造势，为的就是让你们江家的势力更上一层楼。我说的没错吧？这小子不过是你们傀儡罢了。又关我什么事啊？不是，有没有搞错？是，你的心思真的越来越缜密了。这废物不要说话，是在质疑我的决定吗？你这混账还真是能编呀！编？被我拆穿了，就想痛下杀手，想以此掩盖真相吗？王神医，今天有我在这儿，谁也不能。以你的医术，只要进了武王府，我保你有一席之地。竟然借着唐家的大事为自己谋利，江家的心思真是深不可测呀！等一下，我跟江家没关系啊。齐先生，你是我们江家的救命恩人。看看，还在演！老夫积累了几十年的名声，竟然被你们拿来做垫脚石，如此诋毁！你们这群丧尽天良的人渣，还有人性吗？还有天理吗？不是老头，你别扯上我啊！你小子也脱不了干系，你能不能讲点道理啊？齐天，你别狡辩了，你就是个招摇撞骗的骗子！不是，我就是来见唐武一面的，哪来这么多戏啊？一经揭穿，倒打一耙。今天我替天行道，杀了你这个鼠辈，没完没了是吧？还要杀人灭口，我现在就去报警，废了你！先生小心！这混小子已经第2次被天道关注了，难不成传说中的事是真的？先生小心！啊！什么？我操！刚刚发生什么事了？
他怎么躺下了？大宗师，那可是大夏之柱，他怎么？据说唐武只是大宗师境就已经预定了大夏女武神之位，可他的年纪跟唐武好像差不多呀。姐，原来你说的是真的。你姐的眼光什么时候差？原以为徐先生只是医术通天，没想到修为也恐怖如此。我心中的盖世英雄不外如是。大夏要变天了呀！大夏年轻一代修为者最高的是武王府世子江野，已经突破大宗师境界。不过世子已经年近30，照这么说，他足以力压世子，成为新一代领军者。晚餐要完了。我说刚刚发生什么？他怎么躺地上了？大天跟我说，众目睽睽之下是谁在行凶？哎呦，那个赵什么玩意儿？你怎么吐血了？我给你叫救护车，伤势太严重了。大家来帮帮忙啊！先生息怒。我是要救人啊！杀人诛心啊！齐天，技不如人，无话可说，要杀要剐，悉听尊便。我岂能受你折辱？区区大宗师，我武王府不下无尊，岂能办呢？不，老赵，你在胡说什么？我是要救你，我不是要羞辱你啊！给我过来！到底是谁把他打成这样的？我。原本想以普通人的身份和你们相处，没想到换来的却是冷漠和疏远。不装了，摊牌了。刚才确实是我出的错。那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呀？小友，刚刚那小子出手偷袭，我只不过是路见不平。有这种事儿？多谢前辈。前辈，竟然是齐先生的前辈，原来如此。难道又是一位隐士高人？没错，冷如冰，寒如雪，大夏第一剑神西门吹雪，正是在下。你不西门集团那个皮包公司总裁吗？听说都快倒闭了。哼，糊涂。连这么浅显的伪装都看不出来，怪不得你的成就仅限于此。同行，老头儿，让你看看什么叫技高一筹。我西门吹雪行侠仗义，最恨别人不讲武德，出手偷袭。赵家小子有点过，我出手，你可有怨言？齐天，你到底踩了多少狗屎啊？怎么到哪儿都有人帮你啊？西门吹雪，西门吹雪，你敢对我出手，你对武王府宣战吗？在我这里，只认道理，不认事。哪怕你是武王府，也要讲道理。高风亮姐，我爹说的对，人啊，不可以冒险。吹雪前辈，有大敌之子。差不多可以包装一下西门集团，这小子还真是个财神爷。诸位，我西门集团有个项目，年底飞鸿。哦，武王府也要讲道理，我倒想看看是谁有这么大的口气。世子，灵神丹，多谢世子。灵神丹，疗伤圣品，一颗就价值万金，况且还有价无市，不愧是武王府的世子。养狗嘛，自然是要给些狗粮。是，以气御身，江岩又有突破了。再有突破，岂不是您步入大宗师之境？江家果然有点眼力。我武王府护法现在还缺条狗，不知江家有有意向？痴心妄想！我们武王府最近真是太低调了，以至于现在什么魑魅魍魉都敢挑战我武王府了。这是我的责任。刚才是谁说要跟武王府讲道理的？站出来！我倒要看看，是你的道理硬，还是我的道理硬？世子，
此人自称大夏第一剑神。前辈，这个人好装逼，还会有你，匡扶正义。靠！为什么王华头吹牛没人来？我一吹牛，姜世子就来了。是你小子。啊！我什么都没做啊！世子，你怎么能平白无故无人清白呢？是我的西门前辈，西门前辈，年轻人嚣张跋扈，不知天高地厚。不是，我真的什么都没说，什么都没做呀！你还不承认是吧？世子，昨天就是他用小手段偷袭了韩国长老。那就新仇旧恨一起算。哎呀，西门前辈，您站出来先顶着，我随后就过去，把这些目无法纪的恶势力统统抓起来。小友，哎，你从死地上说花样。哪里来的白痴？我今天就送你上路。别怕，这世界还没有人能大过法律。我不想和武王府交恶，今天的事就到此为止。前辈，前辈，前辈，怎么样？到此为止，我答应了吗？你身为武王府的世子，居然搞偷袭这一套，下作。要是堂堂正正的一战，我前辈未必会。救命！可别说，我求你啊！前辈，我们怎么能向黑恶势力低头呢？你没有错，是这些列豪土生们，我们真正不怕影子死。哎呀，兄弟，我求你，你不是说还要报警的吗？报警？对，你刚才不是没来得及吗？西门前辈，再顶一下。我偷袭？我杀谁？我需要偷袭吗？先生，前辈，你简直无法无天，在京都老子就是天。没想到江简的境界竟然已经到了这种程度。恭贺世子神功大成，天下无双。前辈，知道吗？刚才都看见了，他大飞的赵府赵子，我求你了，饶了我吧！前辈，你怎么？这个吃人的社会，把我西门前辈都逼成什么样子了？刚才大家都看到了，我没有出手啊，他出手打成了赵哥，我只是想趁机给自己的机场拿点业务。不是，我都站在这都没动。世子，齐先生与我江家交好，刚才是赵子阳偷袭在先，齐先生只不过正当防卫罢了。江小姐，你怎么也能说这种话？我不管谁先动的手，只要敢碰我武王府的人，就得付出代价。否则这京都的规矩还怎么立？连西门什么都拖出去。哎，前辈，小友，你话太密了。前辈，医者仁心，我去给他治治。现在到你了，看你身上一点修为都没有，还跟武王府作对，谁给你的？齐天，这下你想好怎么死了吗？蓝莹呀，怎么又是你在煽风点火？你说退回我就退了，我来京都也没惹过你吧？现在你又在这咄咄逼人，你简直欺人太甚！因为我要告诉你，像你这种社会底层的渣子，踩死你就像踩死一只臭虫那样简单。开玩笑，给我狗磕3个响头，留你一条人命。不能放世子！放什么东西？轮得到你说话吗？对不起，世子，对不起。小子，要不然你自断双手，要不然我把你双脚双腿打断扔出去。你前面还说要磕3个响头，现在又变，你是不是精神分裂啊？找死啊！世子，如果你执意要对齐先生出手，我江家不介意取消跟武王府的一切合同。江家，你确定要为了这个小子得罪我？齐先生对我们有恩。行，我今天给你江如这个面子，不过所谓回报，今天的这场招商会，江家不出手如何？可以，谁都知道世子与唐武有婚约在身，我们今天过来也是为了见证这一对金童玉女，喜结良缘。果然是江家大小姐，会说话。那是因为世子神功盖世，只有您才配得上我家小姐。在场又会有谁不同意这场婚事呢？我不同意，我不同意。
你不同意？闭嘴，齐天！你是嫌自己活太长了吗？老老实实滚出去，留条狗命不好吗？齐先生，武王府事大。哎呀，这种事情他原本就讲男欢女爱的了，万一唐小姐就看上我了嘞？难道你想争夺唐小姐？齐天，你在痴心妄想吗？知道你面前站着这位是谁吗？大夏青年一代领军者，武王府世子，你拿什么争？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可笑之极。赶紧滚！别脏了大小姐的眼。我很好奇，你我实力悬殊，我武王府3000宗师，大夏仅有的5位大宗师也尽归我武王府之手。你从哪里弄出来的垃圾，敢跟我争？简直是不自量力啊！姐，你不要管这小子了，免得把我们江家拖下水。你不懂，齐先生。哎呀，以唐小姐的眼光，怎么会看上你们这些目无法纪的法盲？小子，出来混要讲实力、讲背景。你混哪个道上的？我啊，京海大学法律系的毕业生。像你们这些文盲，整天只会喊打喊杀，我估计啊，连初中都没毕业吧？原来就是个小瘪三，我现在就能解决你，下辈子投胎注意点。唐武不是你这种白痴能染指的。哦，你要解决谁？哦，你要解决谁？是谁？不到啊，但看这身段，又是个了不得的大美女。你是？我，老娘。你来干什么？来救场啊！你放心，有我在，这没人敢动我。你别胡闹了行吗？前2天你被路人打得跟个死狗一样，要不是我救你，你早就没。这帮人很凶的，赶紧走。不想死就别跟我提那件事。保持点距离啊，别让唐武误会。好啊，那你可别说。你们俩当我不存在吗？各位，我们大小姐已到，有件重要事情要商量。世子，今天是唐家大小姐的主场，若留了坏印象，恐怕您和唐家的联姻会节外生枝啊。行，今天我先放过你，等这里的事处理完，我再找你算账。几天，世子宽宏大量，放你一条狗命，还不快滚！我凭什么要走？我是来见唐武的。齐天，还在痴心妄想。唐小姐是什么人物？连我都看不上你，唐小姐这样的天之娇女，还看得上你？你眼瞎，不代表唐小姐也眼瞎。这话说的倒是挺对。你们说谁眼瞎？怎么，你有意见吗？齐先生潜龙在渊，终会腾飞，正势无双。就算唐小姐不愿意嫁，我也愿意，只怕是高攀了齐先生。好啊，江如，我让人救你老爸一命，你反过来跟我抢男人。江如，这齐天再能打，他也只是个下等人，论权势哪比得上世子分毫？权势，只要我实力在手，权势不是信手拈来吗？而且我相信齐先生能做的。有意思，看来江家是要力挺这个小瘪三了。只要齐先生发话，我将为江家50%的股份嫁给先生。姐，你疯了！他得罪的可是武王府。我没疯，如果这是场豪赌，我相信齐先生不会让我输。而你们这些目光短浅的墙头草，永远不会知道齐先生到底有多厉害。抱歉啊，江小姐，多谢厚爱，但是我只能娶唐武。你笑什么？我想起了好笑的事儿。江如，你是不是贱啊？跪舔这么个废物，还让人给拒绝了，丢死人了！没事儿，我江如愿终身不嫁，只为等先生一个答复，只要能得到先生，不丢。你好像搞错了吧？他得罪了武王府，你觉得他今天还有命能活着走出去吗？只要我在这儿，就没人动得了他。你又是个什么东西啊？蓝莹莹，你这种烂货能在这儿，还得感谢你为了赵子阳日夜操劳。得亏齐天没娶你，否则他这辈子算是完了。他娶我，他也配？是老娘退了他的婚。哦，那我得感谢什么？感谢你的退婚之恩啊，不然我也没机会遇到我的真命天子。你在胡说八道什么？别说让人误会的这种话。有人说话的时候，男人别插嘴。现在
我帮你撕了这婊子。你说谁婊子？哎，你不仅脑子不好使，耳朵还聋了，说的就是你啊，婊子！废物到底有什么好的，让你们两个都这么趋之若鹜？一个靠着被男人玩弄上位的低贱东西，有什么资格看不起其弟？我们这种会场有你这种货色仔，真是空气都让人恶心。至少蓝莹莹现在是我赵家的夫人，而我赵家背后是武王府，这是蓝莹莹的底气。齐天甚等样人，他能给你什么底气啊？哎，看你长得不错，怎么跟了这么个废物？不如来我王家，明天你就是豪门夫人。不用了，我自己就是豪门。在世子面前也敢妄称豪门吗？人是挺漂亮，但是没脑子。你小子倒是有点东西，不过你这点小伎俩，在真正实力面前不值一提。唐武终究会嫁入我江家这样的豪门，那恐怕要让你失望了。什么意思？接下来有请我们大小姐主持招商会。走，干什么？上台领奖。你能不能别捣乱了？你赶紧走吧，待会儿让唐武看见了，我机会就更没有了。这女人要干什么？大小姐，大小姐，大家能来参加我唐家的招商会，我唐武先替唐家谢过各位。他是唐武？世子，这看来真是唐武。齐先生的助理竟然是唐武，你是唐武？没错，我就是神仙下凡，天资卓越，你心心念念的未婚妻唐武，真不真是？意不意外？我什么情况？未婚妻？他也配？不可能，他怎么可能是唐武的未婚夫？唐家给唐武定的未婚夫不是世子吗？唐武，知道你在说什么吗？大小姐，你别胡闹了，这齐天他就是个骗子，而且你跟世子的婚姻，你想娶我吗？想。我信，但你不配。但你不配。我就是拒绝了你那么1、2次，现在误会都解开了，皆大欢喜。我们今天就去把证来。别急，你先听听。唐小姐，是方才多有得罪，但是您现在的说法，我同意，他确实不配。是啊，唐小姐，以您的身份，跟世子才是绝配啊，岂能凤凰屈居于土狗？齐天，你被玩傻了吧？癞蛤蟆还想吃天鹅肉呢？怎么回事？刚明明还力挺齐先生。哎姐，唐小姐肯定在耍他。唐小姐天赋卓绝，怎么会看上这个傻子？闭嘴！强如，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蠢啊？齐天现在能站在唐小姐身边，已经是8辈子修来的福分了。死舔狗，还想当凤凰男？自取其辱。听到了没？骂的是挺脏。齐天，我给你的第一个考验是实力，你过关了。这第2个考验是心性。我的男人除了天下无敌，也必须要有镇压万古的气势，连他们都不服你，我凭什么嫁给你啊？拒绝的还挺委婉。不是拒绝，你一直都是这个人，只是你自己意识不到吧。所以，我打算助你一臂之力。什么意思啊？我唐家在大夏论底蕴仅次于武王府，论财力仅次于江家，论实力，我唐武即将成为大夏女武神。不错，在大夏，只有你配得上武王府世子的身份。看到了吧？我们大小姐有这么多光环加持，你算个什么边角料？也敢死皮赖脸黏着我们大小姐？而唐家能有如此光景，都是因为我，所以我的男人必然不能弱于我半分，必须天下无双。这是我唐武应有骄傲。说得好，世子，唐武这是向人您当众表白啊！如此优秀的女人，除了世子，也没人配拥有了。倒也是，这般气势配做我的女人。齐天，别丢人现眼了，赶紧滚下来！齐天，赶紧给我滚下来！今天我心情好，我不跟你计较了。滚下来！好了，接下来我要宣布一个重要消息，而齐天就是我的如意郎君，就是那个天下无双的男人。哎呀，妙棋呀！潜龙腾渊，睥睨天下。
这是什么意思？怎么样？庆祝学着点儿，你真能整活。欺人太甚！唐武，真当我武王府没有人了吗？是谁给你的自信，让你觉得我必须是你的女人？哦，很好。我希望今天以后你还能有这种自信跟我说话。我的信心来源于我的男人。当然，我会给出3天时间，3天后我会举办婚礼，在那之前，欢迎所有人挑战我和我的夫君，无论什么手段，放马过来。大小姐，我娶你是为了救我齐家，而不是你。我承认，我确实拒绝过你很多次，但也不至于同归于尽吧。这样，我向你道歉认错，还不行吗？放心，你的龙象无极功不是9重了吗？打他们就跟打狗似的，你慌什么9重，区9重而已，就让你飘成这样。你就是太怂了。我要是像你这么猖狂，我坟头草都能长3米高。龙象无极功，还他妈9重！唐武，这就是他给你的信息。你看吧，被笑话了吗？3天，我告诉你，用不了那么久，我马上就会让你感受到你这辈子都没有过的痛苦。等你跪在我面前求饶的时候，我再杀了你。啊，走！慢走，不送。这卡难道是去乾隆山庄？齐先生，还请你到我们张家一叙，我爸想亲自感谢。江小姐，我今天得罪了什么武王府？你们还是别来沾边了。放心吧，齐先生，无论你的对手是谁，我都会代表江家坚定站在你这里。所以还请齐先生赏脸，到我们张家一叙。我换身衣服的功夫，就勾搭上我男人了。今天上休。不好意思啊，唐小姐，齐先生今天有约了。哦，你真要和我抢男人？江小姐，我还没答应你，请自重。很好，犹豫没有超过3秒，我原谅你。上车。齐先生，唐武这般心高气傲，无法驯服，不如做我的男人，我们今晚就结婚。倒贴的女人，狗都不要。你想勾引我男人，你有我的资本吗？哦，你要说有莽夫一样的蛮力，我是真没有。不过，无论是财富的资本，还是作为女人的资本，我似乎比你足啊。齐天，明天就是我奶奶寿宴，我正好带你去买点礼物见个礼，顺便回家公布你是唐家女婿的身份，上还是不上？遵命。小姐，这要不把我的车开来，我就不信以我的资本还斗不过他。是。你先过去，前面那家吴氏古玩是京都琉璃厂最好的店，我先去停个车。好看吗？看。下车。好。怎么又是你们俩？呀，齐天，你不找个地方躲着，还敢出来？唐家老太君的寿宴是京都1等1的大事，这吴氏古玩店也是京都1等1的古玩店。可惜呀，这么好的一个地方，让一个下等玩意儿埋汰了。怎么？我去哪儿买东西啊？还需要你管？买东西？齐天，你不会以为你攀上了唐家大小姐，你们齐家就可以鸡犬升天了吧？得罪了世子，我看你还能蹦跶几天？哦，话不能这么讲。有些人呢，他是能过一天。赵少说的对呀，像你这种人能被唐小姐选上做个演员，那也是祖坟冒青烟了吧？齐天，你听我一句劝，
把你的仨瓜俩枣留好了，置办一口薄茶的棺材，岂不美哉？你们俩还真能脑补。难道我们说的不对吗？你听听，你们俩还真是阴魂不散。你们俩还真是阴魂不散啊！唐小姐，当着我的面打我的女人，不合适吧？你什么身份？一个上不得台面的小瘪三。只会躲在女人后边。有本事你也躲你女人身边。我躲个六！你牙尖嘴利。没实力就滚一边去。哟，唐大小姐，老吴，最近店里有没有上什么新货？嗨，我们店的规矩您是懂的，凡是摆得出来的都能买。这好货可不多了，您自个挑，挑中了出价我就卖。挺有意思。这位是我的未婚夫齐天。儿子啊，我要劝你一句，我们吴氏古玩店开这么久都是盈利的，也就是说没人能从我这里赚得出去。没事儿，我有经验。哎，既然是老太君做寿，怎么能您挑呢？这个心意多多少少差点意思啊。你管我？我管不着你。但是既然在吴氏的地盘，就得按照吴氏的规矩办。我记得老太君好像对世子颇为喜爱。如果酒席宴前我把这事儿提起来的话，不知道老太君作何感想啊？你没事，我二叔经常玩这些老东西。哦，我从小他有教过我，我看看。哦，就你们家这条件，都是些臭烂泥巴，你拿来跟这儿比？一挑就挑到个虫，你小子有点东西。就这，还没我二叔客厅的好看。哼，好看？你可真是个泥猴，不懂装懂。这茶壶就是一眼货，少说也得有300年。500年往上，再说多就要吃牢饭了。这里的每件东西都是上亿。怎么样？你二叔那些批发货跟我店里有可比性？齐天儿，随便打包样东西就走吧。你跟我们这儿装模作样有什么用啊？人家唐老太君那也是古玩大家，蒙得了旁人，蒙不了人家。吴老板，你这边这么多土，是不是？自己人。压堂后要出脚，那可就……这我要了。等等，怎么了？我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垫桌脚，我卖给你，我去哪里找一个？挑过来捡过去，就捡了这么个垃圾。你以为是人家刻意藏在这儿了？看着挺像的呀。吴老板，说个价。我说了，卖。吴老板，既然这好死不死选了垃圾，你卖给他又何妨？还能白赚一笔。你给我闭嘴！这个盒子拿来垫桌脚，长宽高正好。我要让你卖给了他，上面东西摔下来，我不是亏大发了吗？怎么你越说我越怀疑，这就是个好东西。我劝你还是挑别的吧，不然拿这个来送礼，铁定让人打出门的。我就要这个。你怎么那么倔？直觉告诉我，这就是个好东西。直觉？我直觉还告诉我，这里全都是好东西呢。你要喜欢你自己买啊，你跟我说有什么用？吴老板，开个价吧，这个盒子我们要。这
这不是钱不钱的问题，我是拿来垫桌脚的，万一我的一摔下来，你看这骨头怎么办呢？把这上面的东西都打包，我要送给齐先生。把所有东西都打包，我要送给齐先生。我说你怎么总是这么阴魂不散啊？这不是唐小姐，这么巧，你也来买礼物啊？别装了，这一路过来都从后视镜看到了你的车。吴老板，这些东西多少钱？江总，不是钱不钱的问题呀。吴老板，你不说你这些土货都能卖吗？能卖，它肯定有价格。那就100亿，合适的全部打包。100亿？刷卡。慢着，要开也是我开，你有什么资格开？你就是个吃软饭。说谁吃软饭？要么躲在女人背后，要么花女人的钱。你不是吃软饭的，你是什么呀？我乐意，你管得着？好管。我开。干什么呀？我卡里就3块钱，我还10辈子我也不行。放心吧，这100亿就当我送你的礼物。无功不受禄啊！不用，我有其他办法。我有其他办法，你能有什么办法？你去硬抢啊！吴老板，你也不想让你这些土货都让警察知道？说这一件是这别说了，那就1个亿吧。老板，我说我卡里真就3万，你还不硬抢？那我是守法公民啊，这偷抢挖诈这件事我是坚决不干。不像你，这一屋子，哎呦，你看看，还有西周的呢。别说了，1块钱，滚，赶紧滚！我乐意。爸，你看到了吗？就这视频现在都传疯了。护神大人，昨天唐家的招商会上，这齐天更是直落世子的面子，差点让世子成为整个京都的笑柄。唐家是要把我王府的面子按在地上踩吗？哪里来的胆子？碎尸万段。唐家虽然不如我武王府，但一个活的唐子要比一个死的唐武要有用。斗气难消，从我们绝对掌握了唐家之后，就不去。就在那，看他求生不得，求死不得。每天派人去调查这小子，到底是什么身份，如此猖獗？主神，有消息了。说，这齐天到底是什么人？绝密不可能。绝密，在我大夏不超过3家，而这3家都是古武世家。不知道这个齐家又是从哪里冒出来？难不成是隐秘世家？绝无可能！武神，这齐天我对他知根知底，他就是个乡下来的山村野夫。这绝密很有可能是唐武和江如这2个贱人做出来的。是不是一试便知？正好，明天便是唐家老太婆的寿宴，就给她点颜色看看。我去，妈，等等，去了，但不是你一个人去，我会让4大长老和玄老陪你一起去。大夏大宗师齐出，让天下知道，王府的地位无人可以撼动。是。京都唐家家主唐渊求见尊者。谁呀？青龙尊者，这坊间传闻你已经退隐了，你今天怎么在这拿个扫把？认错人了。等等，青龙尊者，您看这个。这张卡你眼熟吗？是至尊用过的卡吧？至尊。再狠，我现在就让你人头落地！告诉我，哪儿来的照片？进屋说，外边冷啊。
今天38度，近视，外边人。这是人靠医生，马靠鞍。待会儿进去之后，我知道，少说话，对不对？要是有什么不爽，你就说，有我在，你放心，不用怕任何人。得其如此，夫复何求？对外我承认，但是你还没有通过我本人的考验。没想到在座的各位还能记得老申这个人，我真是万分的荣幸啊！老太君折煞我们了，能来参加您的寿宴，是我们的荣幸啊！是啊，是啊。宋儿，小吴怎么还没来呀？应该在路上吧？妈，大哥说了，今天可能会晚点，他在见个重要的人物。什么重要的人物？这么重要？连我的寿宴他都能推一推，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奶奶，生辰快乐！小吴啊，你身边这个人是哪家的公子啊？江世子呢？奶奶，这是我的未婚夫齐天。潜龙山庄齐家齐天见过唐老太君。潜龙山庄齐家齐天见过唐老太君。唐老太君这是要给这小子一个下马威呀！奶奶，我的乖孙女儿，奶奶老了，走神儿了。那个齐什么那小子，你起来吧。哦，谢老太君，我叫齐天。叫什么不重要，你去找个地方坐下吧。啊，那我也到后面去坐了。我的乖孙女儿，你当然是要坐这桌了。唐寿在。问问五房府是指什么时候到？你们两家的姻缘该定下来。是。奶奶，我说了，齐天是我的未婚夫。潜龙山庄齐家，我们京都有这么个地儿，有这么个家族吗？唐老太君，那就是个郊区，哪来的什么家族啊？木猴儿冠，以为穿的人模狗样的就能融入这个寿宴了？这不就是土狗吗？我穿着得体，是对唐老太君寿宴的尊重。你们要说我人模狗样，那就是你们这寿宴配不上我这身衣服。放肆！你倒是伶牙俐齿，在我这儿靠会说话是没有用的。你坐下吧。来人，看茶。这茶香是长白山野山参，味道纯而不烈，当为上品呐。想不到赵少竟也认得。野山参本身就有延年益寿的功效，长白山的上品尤其如此。我们家老头子都视若珍宝，在我们家，我想喝一口都得申请。居然是上品野山参啊！据说每年只有少数流入市场，客值万金啊！没想到谭家竟以此待客，当真好恨啊！赵少说的倒不错，但你再细品。小子钱包，请老太君解惑。这不是上品，这是长白山神农古寺的精品，足有5克。神农古青寺的精品。据说好茶具可以增香添味儿，这壶茶都是用紫砂壶泡的。在座手中的茶盏，不觉得眼熟吗？这是上个月在京东拍卖会上拍卖的琉璃盏。万金之茶，配上这千万茶具，这就是唐家的实力吗？
功力居然有所精进，就那么夸张？这就是眼界的差距。这茶给你喝，简直就是暴殄天物。这不就干萝卜泡水吗？放肆！二爷，他这个废物能喝出什么名堂？我就说了，牛角牡丹，真是这杯参茶的耻辱。萝卜味儿，到底是山野村夫，你知道不知道？就这样一杯参茶，只要唐家愿意出去拍卖，哪怕上亿，都有无数武者趋之若鹜。怎么了？喝不惯吗？不是，你们城里人就喜欢喝这玩意儿。山猪嚼不了细糠啊！齐天，你哗众取宠也要分场子吧？你以为在这里标榜不同能有什么用吗？在场宾客都身份尊贵，没有不懂茶之人。你想说你比大家还要懂茶吗？齐天儿，高攀我唐家也就罢了，老身平生最讨厌哗众取宠、故弄玄虚之辈。哎，齐天，你是不是觉得你这么做，大家就能高看你一眼啊？可惜，唐老太君是茶道大家，茶好不好，他老人家能不知道吗？在唐老太君面前自由炒作，可是关公面前耍大刀啊！来人啊！这个欺世盗名之辈，给我插出去！哎，你还有什么话可说？唐老太君，您早说您喜欢喝干萝卜泡水，我给您多拿点。喂，二荣，把咱们家那个三叔仓库里那些干萝卜全都拿过来。对对对，多拿点，这里边人特别喜欢喝。我一会儿把地址发给你啊。别着急啊，待会儿就送过来。找死！找死！混账东西，连老太君都敢挑衅！不知就算了，你竟敢说老太君把萝卜干当珍宝，你胆子可真肥啊！我不知道你有什么养着，但是敢在这么重要的场合下恶语相向，我可以视为你在向唐家宣战。唐二爷，此等样人若不严惩，唐家脸面何？啊，等等，你们到底在说啥呀？咱们能不能讲点道理？我请你们吃土特产，然后结果呢，你们说我羞辱你们啊？土特产，这是什么所在？你的那些泥腿子玩意儿能放得到这个台面上来吗？啊，就算能比得上唐老太君给我们精心准备的生茶？待会儿尝尝看呀，唐老太君。你还在那强词夺理，怪气的。唐武，这就是你给我们唐家选的赘婿吗？小五，你还小，轻易被人蒙骗了。是啊，唐姐。干什么？都给我安静！奶奶，首先，齐天不是我为唐家选的，是为我自己选的。其次，齐天他不是赘婿，他会明媒正娶的把我娶进门，是我自家的。你混账！再次，奶奶，您那个山参这也是极品，无论齐天想送我，都是还请您先喝。他送的话，怎么能跟神农毒精品野山参相比呢？谁敢说我们齐家的东西是垃圾？少爷，少爷，东西我送到了，我就先走了。车在下面还停着，一会儿给贴罚单了。杀气消失了，是错觉吗？辛苦了，二荣，这都小事儿。哎，你们听到了吗？贴罚单呢！齐天，你臊不臊啊？几十块钱的东西还这么小心翼翼的，还用个破袋子装着，这能是什么好东西啊？哎，我说你们能不能有点礼貌啊？虽然我搞不懂你们城里人拿萝卜干泡水的习惯，我嘲笑你了吗？我不是一样很尊重吗？齐天，你不会真让人送了干萝卜过来吧？不然嘞？你做事还总是能出乎我的意料。这就是你的心意，一袋脱了泥巴的垃圾。一方水土养一方货，这口感肯定比你老太君那个好。哎，要别人知道唐大小姐找了这么个白痴当老公，估计唐家都沦为京都笑谈了。精品野山
翻身。真没野生，这里全是啊！正好啊，头几天神王谷上供了一批精品野山人参，回去带上一根。精品野山参，一整根儿？怎么？嫌少？不，亲，你就我拿根须回去，我走走就行。我这一整株咱也不配。哎，那不成，以后结了亲，人家会说我们齐家不懂礼数。哎呀，谁敢说呀？行不成啊！走，带你看看。我靠！老子一仓库野山参呐，别傻的，一根不给老子留啊！见过青龙尊者，见过青龙尊者。武王府4位长老都来了，我们来参加唐家寿宴，顺便收拾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废物。哦，如果尊者不悦，那我们这就回去。玄老，你们的事情我管不着，但别闹大了，不然我会亲自出手。是，我看。玄老，干嘛呀？世子年轻无所谓，如果这位出战，那就是武神大人，他也得品味内情。什么？这些都是精品野山参，你管这叫干萝卜？什么野山参啊？我三叔就管这个叫干萝卜。我们家隔壁山头上遍地都是。你说啥？遍地都是？唐老太君，你们就是被无良商家给骗了。我三叔去拿货，这都白送的。白送？你到底是什么人？瞧你那记性，我姓齐，明天。我问的不是你的名字，而是你的身份。我哪有什么身份？唐家女婿。如果这些精品野山参都是真的，那你倒是可以。不，那我们唐家要高攀了。说富可敌国都算说清了，江如那小贱人算什么？这不可能，这不可能，这都是假的，都是假的。怎么可能是假的？这东西我爸平时都让我生啃的，无毒无公害。你看，来，人人都有啊，难吃是难吃了点，但大补啊。这怎么办？他实在给的态度，这一株都够我荣华富贵好几辈子的。对不起，齐公子，刚才我说话有点太冲了，我向你道歉，对不起。什么公子不公子，你叫我小齐就行。而且这玩意儿也没你们说的那么值钱。败家呀，你真是败家呀！老太君有这么个财神爷在，我们唐家大兴啊！行，我今天就让唐家覆灭。这世子怎么来了？世子，糟了，我都差点忘了，世子才是给唐小姐有婚约的那个人。你个寿爷，别搞得像商场促销会一样好吗？你们唐家也配得上武王府之下第一世家。世子，可算来了！您要再来晚一点，这唐武可就跟着齐天跑了。敢！这，不知道怎么的就跑我兜里来了，这事儿闹的。画堂灯猪狗，斜拔做如意。你们这群贱民，没有见识的贱民！再拿一破袋子假货，就把你们耍得团团转。假货！神农谷每年才给我武王府进贡1株野山参，这儿他妈一袋子，你们都他妈是白痴吗？难不成这所谓的齐天比武王府还高？哎，说的也对呀。你什么意思啊？我的意思是，你们这群垃圾，只配吃踩在我脚下的垃圾。世子，我们两家世交已久，您这次带4大长老来老太君寿宴捣乱，这让我们唐家很难办啊。难办就别办了，改丧办吧。世子啊，你看我们也是上了这小子的当啊，没想到这小子看上去挺老实，心机却深似海呀，这不把所有的人都给蒙进了鼓里。多亏你的慧眼识珠，
及时揭出来骗子的谎言，否则我们大家都会上当受骗的。齐天儿，你还不快滚出去！骗子！老太君，我把我们家土特产带来给你们，我没要你们1分钱，我骗你什么了？齐天，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想要的比钱多多了。什么意思啊？你不就是想用这群垃圾来彰显自己的身份，把唐小姐骗到手之后，成功嫁入豪门，飞上枝头变凤凰吗？我想娶唐舞确实没错，但我所言句句是真啊！我从来没说她就是野珊珊啊！哎，大家都听见了啊，他承认了，现在说了，等以后出了事情，他就推卸责任。齐天啊，齐天，你真像唐老太君说的，你的心机真重啊！齐天，你还有什么好说的？我如果说我压根没想这么多，抢我女人，辱我武王府，你还是下去跟阎王爷说吧。在唐家宴会上出手肆无忌惮，你当我唐府存在吗？唐武，我武王府做什么事，整个大夏无人敢拦，别逼老虎马上走快。是吗？那先要问问我男人。唐武，你想干什么？你要因为一个村妇把我们唐家都拉下水吗？小武，你回来！你难道不知道武王府的能量吗？唐武，你作为大夏年轻一辈修为最高者，确实值得骄傲。但是你的骄傲，在武王府面前，沧海和溪流根本就不值一提。你知道站在你面前的是谁吗？你说这是个老唐？放肆！这是我武王府4大长老，每一位大宗师圆满境，无限接近于传说中的半神啊！你再厉害，双拳能敌4手吗？我什么时候说我要出手了？我说了，想碰我，先得过我男人这关。难不成你要仰仗他？唐武，我昨天就告诉过你，你要为你自己做过的事情而负责。现在给我跪下，给我磕头，磕到我满意为止，我留你一条全尸。喂，我说你们真当我是？你终于要出手了吗？这才对嘛，要让他们知道。私闯民宅，要么要么杀人，还要灭人全族。你们把法律放在何地？把王法放在何地了？大赛，这边有人聚众协同，我怀疑是那个团伙作案，请尽快出警。对，喂，你他妈是在羞辱我吗？啊！我去你妈的团伙！在大夏，我武王府就是天，老子就他妈的是太子爷！啊！谁敢动我？给我杀！你跑！什么？你怎么过来的？不知道啊。竟然躲过去了，这是什么身法？我操，有点邪门啊！训练出手！好像是子，我们捡到宝了。这个功法一旦到了我们武王府的手中，是如虎添翼。别说生在大夏，就是整个世界，武王府再无敌手啊！小子，只要你把这个功法交给我，我们就可以饶你一命。否则，若是联手，唐武必死。什么功法？就是你刚才像泥鳅般四处乱窜的身法。嗨，啊，你说我家练的那个强身健体的广播体操，叫什么？龙象无极功？胡说八道！龙象无极功名字好听，只是个狂级功法，还没有人能把它练成。怪不得我说我一直怎么卡在9重呢？几重？9重啊，所以一直没有突破，这就才……妈的，把老夫当成是傻子是吧？9重，你怎么不说你是神仙呢？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了，别逼老夫心狠手辣。自救人，请对唐武收手，3秒档。唐武有没有后手？
有啊，你相信我吗？只要能拖到2三来，所有的罪恶都将被绳之于法。老娘的后手就是你啊！上！揍他们！上！哎，你干什么？对，杀了他，杀了他！齐天，你终于要死了！这小子必死！完了，我还是处男的。刘宝宝，小龙，你们干什么？使不得！不，怪物，他是个怪物！我手断了。什么意思啊？齐天，你他妈到底什么人啊？什么人？我什么都没干啊！武王府4大长老，每一个都是大宗师境圆满。你用了什么巫术把他们打伤成这样？我打伤他们？你是不是有什么毛病啊？先踩了我的萝卜干，现在又莫须有的找借口说我打他们。你原来在这儿等着我。站住！你知道我爸是谁吗？你爸是谁？去问你妈呀！哎，行，别装了，让我看看有没有伤到哪里啊？喂，哎，齐天，齐天，我错了，放过我们吧，放过我们吧！我说，让我看看。齐天，4位长老德高望重，得饶人处且饶人，你如此羞辱他们，是不是有些过了？你们也行，明明是他们先动手打的我还得去关心他们伤的如何了。哦，这是你们设的局。你说什么？知道我即将成为唐家女婿了，然后就整几个老头过来碰瓷儿，哎，还碰不明白的情况下想索要巨额赔款，甚至想让我蹲耗子。什么武王府啊！我看你们啊，就是一他妈的诈骗团伙！你们心可真黑啊！那群众的眼睛是雪亮，几十岁的老头都不在家里好好抱孙子，跑到这边来骗来诈，我都听着送的。齐天，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你很强的？连你也不相信我，我有这本事，我来京都干什么？就算是泥人也有3分火气，忍无可忍，无需再忍。我今天高低给你们点教训。阿 Sir，你们终于来了！我抓到了一个犯罪团伙，那就在这儿。虽然年纪大了点，不过他们为老不尊，整治社会风气，绝对不能姑息。这是他们的头目。是，别说话，兄弟，快给我带走，快给我带走！还有他们几个都带走。我们服好了，我们服吧，服吧。怎么了？这事儿整的，礼都还没送呢。哎，你自己留着吧。旁门左道，终究是上不了台面的。哦，对了，分享给你们一个好消息，近日武神大人已突破神境，天下独步。你们今日这么折辱武王府，来日可要自求多福啊！这下全完了！唐武，这就是你想要的。你知道武王府的势力有多大吗？这大夏宗师都在武王府注册，这小子能打？他能一个打几千个吗？他可以。我不行。小吴，你马上去吴家去登门道歉。如果不觉得对家都原谅，你就不要回来。还有你这小子，我现在马上要撇清跟你的关系。我拒绝，有什么事儿我会和他一起承担。而且现在道歉来得及，来不及也得去，至少能证明我们的诚意吧。执迷不悟，你就给我滚出唐家！好啊，反正唐家离了我，大概也就是个3年交接。就说奶奶求你了，奶奶都这么大年纪，我不想落了个实无全尸。他可是武王府啊！武王府怎么了？后天婚礼不但要办，而且要风光大办。我们唐家不怕他们啊！呀，是吧，贤婿？婚礼还不着急，齐天还没通过我的考验啊！还要考验？还有什么考验？你不知道齐天我的婚礼自己做主。齐天，
你造成的所有后果，我都会跟你一起承担。但是想征服我，现在的你还达不到我的要求。4个大宗师，大夏顶级，竟然被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子打成这样，还丢人现眼的躲到衙府，我武王府的面子都给你们丢尽了。4大长老，我可是4大怂包。武神，真的不能怪我们啊！我怀疑那小子真的把龙象无极神功练到第9重了。狗屁！他说9重就9重啊，你脑子呢？当年我亲眼所见，大夏至尊强行突破第2重，便差点走火入魔，隐退至今。这套功法根本无法突破，练了便终身不得寸进。就这种事，怪不得连天龙尊者也一起隐退了。但是那个小子确实很邪门啊！爸，我已经让玄老去请九域战神了。万家小丫头，你说这小子是一介村夫，这怎么解释？武神，你们有见过他真切的出过手吗？是啊，除了身上护体神光，他一直都在躲闪。护体神光，这小子身上必然有补，而身上的功法，如果被我武王府掌握手中，再加上我已突破至半神境，就连至尊，再打得过我？这小子有点像泥鳅一样，他要是真想跑，我们连一脚都碰不到。我有办法。擎天锁龙阵，这可是我们蓝家的立命之本。好，我会派人安排。这样，事成之后，焚天锁龙阵归我。这武神若喜欢，送您又何妨？只希望武神能多多照顾我蓝家。放心，我在武王府1天，大夏无人能碰你。大长老，去把唐吴和江如押至不归陵，和太人做10足的安排。插翅难逃。是。按他说的做，这媳妇儿你必须娶到手，否则你就别回来了。哎，爹啊，我到底该怎么做呢？顺心意，依本心。行了，别烦我了，忙着呢。不是我3个6在对尖儿。顺心意，依本心。支付宝到账。喂，爹，又怎么了齐天，10分钟，郊外不归林，你的2个老婆都在我手里。不是哪来的骗子啊？还2个老婆？你怎么不说我有9个老婆呢？我他妈姜岩，他妈，你们自己跟他说。齐先生，你别过来，教教我埋伏他们！救命啊！齐天，他们给我下药，我功力尽失，快救我！哎，别乱说啊！谁他妈给你下药了？总而言之，10分钟，要是见不到你人来，就等着给他们收尸吧。记住，自己一个人。简直就是个混蛋，简直无法无天。世子，已经布局完毕，那小子必死无疑。很好，齐天，把你榨干以后，我会让你知道得罪我的后果。你听到了吗？你把齐先生当什么了？现在九域战神在此设伏，他如果过来，只有死路一条。齐天没你想的那么弱，什么九域战士，不过是至尊的手下败将。我男人可没那么草包，简直不可理喻，蛇蝎心肠，为让自己活命，竟然出卖自己的男人。哎，你差不多得了啊！你信不信我撕烂你的嘴？如果齐先生死了，我也不会独活。哦呦，你这个小贱人还挺痴情，可惜了，他是我男人。哎，气不气？气不气？气不气？你都他妈给我闭嘴！搞清楚状况没有？你们俩是被绑架了，绑架了！他在这叭叭叭叭叭的叫，告诉你今天晚上谁都别想活。江野，你知道为什么我这么佩服你吗？什么意思？因为你们只配做齐天成神之路上的垫脚石。成神？还他妈我垫脚石？唐武，妈的，你跟那小子在一起呆傻了是不是？啊！你被他甩得团团转，你知道吗？诚如你所说，九域战神曾是至尊的手下败将，但如今却是半神
师孙是谁，天下第一人。即麾下青龙尊者都能独占5神而不败，齐天再强总比至尊强。况且我们还准备了。焚天锁龙阵，没错，除了事先将精血注入的人，其他的人方圆10里之内功力全消，与凡人无异。怎么样？现在感受到自己一丝一毫的魅力了吗？黄武，都怪你，小鸟被你害死了。我哪知道他们连焚天锁龙阵都有？这明明是战时才用的至宝。一天，他他妈就是有10条腿，他都跑不出去。不归林，这注定是他的葬地。怎么样，老五，还能说出刚才那句话吗？啊？对不起，齐天，是我的错，我太过高估你的实力。不对，齐天很怂，他怂透了，他不会来的。薛老，齐天这小子功夫像人球，他妈人也怂得很。万一真不来怎么办？不来？哼！要他还在大夏，我武王府就是翻了天儿，得把他给找出来。师尊，他身上的功法和宝物，拿出一件，这世界都得动荡。正人如果不在我们手里，他必须死。说的有道理。对了，师尊，这2个女人可是大夏最炙手可热的存在，趁现在焚天锁龙阵效力还在，不如你先享受享受。啊，这不好吧？这么多人，还有什么？都是些数目罢了。你说的对，你说的对。现在要讨好一下，待会儿你可是主力呀！帮我看好了啊，我2分钟就解决，2分钟，一会儿叫兄弟们都爽一下。你也好久没采补了，谢谢师子。江野，你要干什么？干什么？啊？这还不明显吗？我干什么？我他妈请你吃个小飞棍儿啊！江野，要车要拐，悉听尊便。你还敢碰我一根手指头，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做人都斗不过我，做鬼我还怕你？啊！叫他来！你杀了我，我不会叫他，他也不会来。唐武，你太小看齐先生。什么意思？齐先生从来就不是胆小之人，他只是遵纪守法，哪怕明知有危险，他也一定会来。小野，死死的人，你真当我是泥捏的？齐天，你他妈还真敢一个人来啊！齐天，交出你身上的功法和宝物，我们就可以留你当全尸。我走！我说了，我身上没有宝物，你们可以欺我、辱我、误解我，但是你们真的不应该碰我身边的人，我会拼命的。拼命？拿什么拼？齐天，走，快走！他们设局是为你的，快跑！走不了了，走！大夏有句古话叫识时务者为俊杰，天下的状况相比阁下。这小子有问题啊！众人一起上！齐天，你是人是鬼？我是遵纪守法没错，代表我不会放火。玄老，这梵天锁龙阵你到底用没用啊？我用了呀，但这小子没用。不对，他根本就没有魅力呀！你是说他仅凭肉身就打败了9域战神？妈的！怪我！让我活，我也不让你活！找死！你什么人？大夏怎么能有你这种人？别过来！我告诉你，我爸可是武神，要是敢动我，这大夏以后就没有你容身之地，算是吧？我在家练功练得好好的，非得要上门退婚。我他妈是莹莹的，不是我大哥。退婚我都同意了，你们什么武王府的长老，
有三番五次过来挑衅我，还要灭我全族，真的喊我个人行为。来到军都，你们说说你们找了我几次胜利？我好不容易找到一个靠山，结果呢，你们还要绑了他，非得让我死，你们才善罢甘休！我以为你不会来，对不起。你们都能帮我作证，我是正当防卫，对吧？放心，9日战神是非法入境，你现在是大夏的英雄，没人敢动你。空肚贼，他们连我都打不过，还敢非法入境，哪来的胆子？对了，明天来参加你的婚礼。不要。不过我会让唐家放出消息，我们夫妻俩将在明日婚礼现场挑战天下所有高手。还来？这不是考验，而是我要帮助我的男人成就无上之作。这儿媳选的没错，龙凤齐鸣，吴王府气运已断。这20多年，吴王府作恶多端，如今的下场也算是咎由自取。大哥，阿荣回来了。没那天看到吧？少爷走了，我才收的尾。少爷心存良善，留人性命，但我不一样。九玉既然敢挑衅我们，那就得做好有人记起的准备。杀大夏之外的，我没负担。干得不错，老三，带上了9玉战神的人头，跟我去9玉各国主那儿先吃个丧喜，顺便帮天儿拿点聘礼。是，大哥。阿荣，你先去找天儿，我稍迟到场。这是谁干的？不知道，武神，我们到现场的时候，除了世子，一个活人都没了。这可是整整9尊半神，天下绝不可能有人有这种本事。难不成又有人参与了进来？难不成他是想要？武神，唐家还放出消息，明日唐武会于7天在婚礼上设擂，挑战天下高手，成就无上之尊。哦，好巧不巧，这个时候高调放话，看来这两人必然只是棋子。传令，武王府所有尖端力量集结，我也会亲自前往，杀了这对狗男女，敲山震虎，以正我武王府威名。是。什么6大5修门派的掌门？就这，滚！今天我们夫妻俩就在这里等着，但凡有不服的，欢迎上台来战，既分高下，决生死。别听他胡说啊！点到为止，点到为止。问战天下高手，真不知道你们哪来的自信。大夏龙兴岂止是明面上几位高手啊！齐天，这次你命再大都没用了，武神已经在亲自赶来的路上。哦，武神，他人呢？让你养的好女儿，这年轻人着急喷我点不好吗？就怕待会儿咱们都死气沉沉了。就放宽心吧啊！你让我怎么放？这里可是大夏，大夏能够承受9玉围攻而不败，凭的是什么？就凭这2个小畜生牛犊子，能翻天了不成？试试看吧。试试？你了不起？你清高？你拿我唐家上下几千条人命来吃？就是你们父辈的没一个靠谱。青龙尊者到。真是青龙尊者不是早就隐居了吗？这你就有所不知了。青龙尊者一直对外说是隐居，但一直活动在边境线上，否则我大夏哪来的如今安定啊？若非国之大典、国之大难，他从不出现。汤武和齐天把天捅破了。据说青龙尊者早在5年前就已经大宗师圆满级，一直被内定为至尊的接班人。只有老一辈的知道，至尊在20年前突破失败，一身功力尽失。现在跟武神唯一有交手资格的就是青龙尊者。那齐先生还有胜算吗？选武神之下第一人，就是这个名号就足以说明了一切。哎，怎么了？我怎么感觉这个青龙尊者有点眼熟呢？套近乎，你觉得有用吗？刚才你们不是还说要挑战所有人吗？现在青龙尊者来了，你们倒是挑一个呀！闭嘴，不然老娘第一个先揍你。泼妇，有把握吗？
这不是有没有把握的问题，关键这小子的身形啊、发型都跟我家管家一模一样。齐天，你敢侮辱青龙尊者！这不知道从哪儿冒出的山野村夫，居然敢说护国尊者是自己的下人！齐天，你简直胆大包天！确实有点眼熟，不过青龙尊者又如何？我们今天的目标是超越至尊。狂妄！放肆！大胆！哎呀，团家这次也要完了。我们现在走还来得及吗？小吴回国那一刻开始，我以为我们唐家要崛起了，没想到是覆灭的开始。你们急什么？别说小吴现在已经达到了大宗师境界，就算是青龙尊者来了，他也不一定出手吧？大哥，你在乐观什么？你女儿跟你看好的女婿都骑到人家脸上拉屎了，你以为青龙尊者那种战场上杀断的强者，你在这种可气吗？姐，要不咱们走吧？唐我跟齐天都疯了，总不能让我们一起陪葬吧？无论齐天正做什么决定，我们江家都会站在他身边。如果你想动孬种，现在就可以走。那也倒是放手啊！青龙尊者，您倒是说句话呀，打还是不？我来到这里是代表至尊，为2位新人送上祝福的。什么？贺礼代表至尊？我没听错吧？不是，青龙尊者，今天的重点不是婚礼，重点是台上这对狗男女正在把大夏所有的权贵豪强都踩在脚下叫嚣啊！你的意思是，你想让我动手？当然，青龙尊者，像这样目中无人、目无尊卑的人，岂能容他们在我等面前狗吠？这有损弟子的脸面啊！你不知道现在是法治社会，众目睽睽之下打打杀杀的，除了是你来负责。你的这种行为就属于是教唆犯罪，你明白吗？看不懂，但深受震撼。不是吧？这都能忍？青龙尊者不会退隐太久，人也怂了吧？少爷，可不兴这么说呀。这话怎么听起来那么熟悉啊？把美女摘了。不是。齐柔，你在跟我装什么？在下乃青龙尊者，阁下真的认错人了。那就摘了。在下从不以真面目示人，再搞我要生气了啊！你生气给我看看！我天怎么黑了？我听说有人要挑战武王府。我听说有人要挑战武王府。完了完了，武神大人亲自来了，这次可真的不能收场了。哥，你看看你女儿可老实。参见武神大人。你就是齐天？你谁啊？没看正忙着呢嘛，一会儿再说啊。放肆，齐天！武神大人问话，你什么态度？齐天，武神可是大夏至高，至尊归隐后便是大夏第一强者，统领所有武者，还不赶紧下跪道歉？齐天，告诉我，站在你背后的是谁？没人呢。你就别跟我装聋作哑了，不过是一枚棋子，像你这样的喽啰还不配跟我说话。我想知道的是谁让你来京都的？想挑战我武王府，让他亲自来和我谈。你要说这个的话，我爹让我来。是谁？昨天跟你一起杀了9域战神和玄老，是他吗？什么？9域战神和玄老死了？齐天杀的？当时走的时候，明明什么事都没有。喂，你别血口喷人好不好？我怎么可能杀人？不要再跟我装疯卖傻了，那我就先把你打成人质，再好好审理。不愧是大夏武神，
在神境待了很长时间了吧？青龙，这件事情你也有关。凡事讲究一个证据，你无凭无据就动手打人了。我武王府办事从来不讲证据，既然怀疑了，那就先做了。怪不得这世道如此混乱，这和你武王府的行事风格脱不了关系。是时候该改天换日。就凭你，我听说至尊当年突破失败，恭敬死，如今和常人为伍，难道你也想和我作对吗？我站在大夏律法这一边。当时我就在场，齐天可没有杀人。如果你想以这种方式出手，想杀我男人，必须先过我这关。我江家虽无武者，当然武神执意出手的话，想必以我江家的财力，也能给武王府造成不小的损失。这么说来，我长时间不出手，你们就以为几个宗师就能挡住我了吗？神境圆满，即将成为陆地神仙。再问一遍，你们确定要挡在我面前吗？武神大人神功盖世，天下无双。有我在，我武王府想杀谁就杀谁。我是大夏至高，何须和你们这些蝼蚁虚与委蛇？至尊到，九域使者到。至尊？什么？至尊来了？九域使者也来了？今天是什么情况？至尊旁边的是商圣和文圣。姐，什么是商圣文圣？我张家之所以能成为大夏第一首富，多亏了商圣的照拂。而且这世界上90%的财富都归于商圣旗下，我江家也不例外。这也是我跟武王府对话的底气。原来如此，少爷，我们江家的黑卡就是仿自商圣的金鳞龙卡，只是我们的卡不印金鳞。而文圣除了至尊，谁也没有见过。他是我大夏的智囊，我大夏大兴之策都出自他手，至多敬仰。哎，等等，少天，你刚刚说什么金鳞黑卡？怎么可能这么巧？肯定是我想多了。武王府还真是好重的力气，小夏。你若是大夏至高，那我是什么？见过至尊，见过至尊。您退了，就不必多礼了。现在是年轻人的天下，我大夏人才辈出，我这个前浪，怕是要被拍死在沙滩之上。齐天，连至尊都不尊，你要造反吗？别忘了，这是我们的婚礼，你们是客，我们才是主。至尊，是我们家孩子不懂事，胡说八道。我替他向至尊道歉，还请至尊谅解。是，至尊，你大人福气小人过。唐武，你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向至尊道歉？道什么歉？至尊也没说什么不妥，难不成至尊就能不讲道理？不错，傲骨天成，却也知礼行规。多谢至尊夸奖，我想挑战您很久了。什么时候能跟我们夫妻俩打一场？放肆！唐武，至尊宽容，不代表你可以肆无忌惮。大哥，你还管不管你女儿了？我是至尊正义，整个大夏都要为之倾覆。你是没看出来，你面前的至尊对他儿媳有多喜欢？无碍。若是我大夏年轻一代都有超越先代的信心，那将是我大夏之幸。我们老一辈的也不能挡年轻人的路，对吧，小夏？你怎么来了？还有九域使者。哦，对了，我差点都忘了，我们来当然是来给新人贺礼。什么情况？至尊怎么会来参加他们的婚礼？他们跟至尊是什么关系？该不会是在说反话吧？我等待九域为新人呈上九印玉玺，甘愿为大夏附庸，为大夏俯首称臣。我操！
很惊讶是吗？正常。哎呀，我也没有想到能有9国一许做彩礼。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呀！彩礼？你的意思是？你等着吧，咱唐家，哎呀，要崛起了。9个玉玺，都是真的。这武王府20年未曾完成的事业，至尊竟不声不响的完成了。有这份功勋在，怎么有人挑战大夏至尊之位？为什么要给新人运气？难道？原来如此，是你们杀了9翼战神。严格意义上来说，我没动手，你是知道的。我功力尽失，这种打打杀杀的事情做不来。爹，你确定？爹，就是那位齐神，是你让齐天来京都的。齐天，你爸是至尊？那你的危机感来自于哪里？区区兰家，何至于让你这么费尽心思啊？我原以为我只是高攀，没想到是痴心妄想。对，唐小姐说的都是真的。王少，武神，这全都是假的，这全都是假的！什么狗屁至尊，至尊怎么可能会住在郊区？和他想要的话，国主都会向他相迎，又怎么可能会跟我们这种小人物打得又来又回的？他就是个废物，难道你们都看不出来吗？混账！妖女，若不是你一直妖言惑众，我怎么和齐公子为敌？妖女，至尊是假的，这9国印史能有假？武神曾经在至尊身旁一直扛剑，他能认错？至尊，赵家院将功折罪，斩杀妖女，覆灭兰家。少，滚！你坐在床上不是这么说的，你不是说滚！妖女，事到如今还敢抵赖，杀人！齐公子，您这是？哦，齐公子，您放心，您是觉得这么杀了这个贱人不解气，对不对？您交给我，我有的是办法让您解气。对不起，今天我错了，对不起，我求求你原谅我，求你放过我吧，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对不起，求求你放过我。齐天，你走吧。你不杀我为什么要杀你啊？你有没有点法律常识？而且，你要退婚什么的，我根本都不在乎你啊，没理由找你报仇啊。齐天，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可笑？一个势利小人，费尽心思想要杀了你，直到最后我才发现，根本伤不了你一丝一毫。真龙，我怎么会在意地上的蝼蚁？每个人呢都会有自己选择生活的权利，退婚就是你的选择，我不在乎，只是不要把这种选择建立在伤害别人身上啊！离开吧，重新做人。天儿，你总算是理解何为强者之心了，我可以放心把至尊之位交给你了。见至尊，因何不拜？拜见至尊。老齐啊，老齐，搞邪教是吧？至尊，快阻止他，他要报警！天儿，你听我解释，这不是什么邪教仪式。不是。那你告诉我跪的这一片是什么情况啊？老齐啊，老齐，我说你怎么一天天神神的？早就被洗脑了是不是？现在都2023年，大清都亡了100多年了，你怎么还在信是封建迷信这一套啊？给你添麻烦了啊！这个孩子从没接触过这个层面的事情，为了避免麻烦，从小我们就得给培养遵纪守法的重要性。没事没事，教的挺好的。你听我解释，所谓的至尊乃是什么狗屁至尊啊！我坚决拥护大夏律法，你们啊就是一群邪徒。老齐啊，老齐，我本来还找不到由头来报复，哦，你们自己送上门来了。今天我必须大义灭亲，家法伺候。我从小怎么教育你的？儿子打老子，天打雷劈啊！要劈也劈你们这些邪教徒！天儿，你是大夏下一任至尊，
九域臣服，这本是属于你的荣耀啊！什么狗屁神域的战神呢？你们就是一群偷井进来的恶匪！完了，这下玩错了。你们闹够了没有？九域战神是他出的手，他明明只是武途境巅峰，没想到你想捧自己的儿子，也要动动脑子。大夏至尊之位，一直靠的是实力，而不是靠世袭罔替。一个靠着家族背景的废物纨绔，不是让他当了大夏至尊，岂不让人笑到大牙？九域都统归我大夏麾下，纨绔，事实胜于雄辩。你这个武神20年做不到，我儿做到，你这种垃圾都能当武神，我儿为何不能当至尊？啊？说我是垃圾？我只不过是想徐徐图之。不好意思，我不是针对你，我的意思是，比起我儿，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公公好说法。那是当然，我要狂起来，这里谁能比得过我？你这儿媳对我胃口，今晚来家里吃饭。是。哇，既然如此，我倒要领教领教，一人独占九域战神的新至尊到底是什么水平。齐天，小心，焦弘毅已经神境大圆满，我们不是他的对手。齐天，来战！儿子，上，抽他！既然想要至尊之位，那就先跨过我这一关。我倒要看看到底功力如何，是否配得上这个位置。非要当这个邪教头目啊！我只是想取回唐武，然后回家开个小卖部，这就是我的毕生所愿啊！事到如今，你还想用这种小手段来让我放松警惕吗？我说的都是真的，我说的都是实话耶，大哥。想让我相信，可以啊，那你就自废武功，我就放你出去做一个村夫，我们从此恩怨两断。什么武功啊？还在装疯卖傻？哼，也罢，那我今天就做一个恶人，我要让所有人看看，你们该臣服谁。哦，那你就试试。齐天，放心出手，我给你压阵。压什么阵呢？啊，那个武神了，要么咱们先坐下来聊聊，然后和和气气把这个事儿沟通一下哦，解决一下。齐天，那你就吃我一掌。你干嘛？齐天，你怎么可能？哎呀，别闹了，你要干嘛呀？武神在放水。放水？我怎么可能放水？哎呀，放给我，凤梅，放给我！哦，放了。我算是看明白了，你们武王府个个都是奥斯卡，都不能演是不是？行啦，同样一招在我身上没有用的啦。咱们会不会压过头了？你说天儿这算不算有心理疾病？大哥，要不告诉他吧，时机也差不多了。什么意思？天儿，这是龙象无极功，没人能突破第2重，你能达到第9重，已经很强。这方世界没有人是你的对手啊！什么？真的练到了第9重？你怎么可能做到的？1000年来没有人突破第2重。你看看你，连我儿的衣服都打不破，你还有什么好玩？真的假的？我还能骗你不成？你骗我的还少吗？这次真没有啊！我觉得我们父子之间的关系已经降至冰点。这下真的玩脱了。大哥，真的若大劫降临，天儿能担此大任吗？没事，我早有准备。火箭筒。天儿，我也不想，但你不相信自己的本事，我也只能出此下策。大劫将至，你是我们所有人的希望。大劫？什么大劫？夏夏，天地大劫，万籁俱寂。你以为我这次出山是为了抢你的位置？说实在的，我真的看不上你。你突破至神境圆满后，就再也不能寸进，对吧？你怎么知道？因为20年前我就经历过同样的事情。我们这方世界是个墓冢，所有人都不能突破自己，就是因为气运压制。啊！原来还有这种迷信。所以，当我们发现天儿从小展现的天赋之时，就一直以这种方式欺瞒天地，直到将天儿培养成我们的一线生机，突破这场险劫。所以，齐天之名实为齐天。齐天，怪不得齐天出手时会偶尔引起雷震，原来不是祥瑞，是仙怒。天儿，别怪当爹的心狠。哎，等，我信了。
我是盖世高手。爸，先把武器放下，我还是个处男呢，给老七家还想留后呢。小万道，等等，还有时间，让齐天慢慢接受。没时间了。小万道，我们修的是武不是仙，你这一炮轰过去，恐怕你要在地上找儿子了。我儿修的就是仙。喂，大哥，你真轰啊！齐先生，快跑！我他妈也得跑得动啊！师傅还是着急了，就算齐先生修为滔天，但是可是肉鸡啊，怎么可能以人力阻挡？齐天，齐万道，你疯了！一炮换作是我，你会被轰成渣渣的。齐天再强，他能强到哪儿去啊？完了，看法宝！哎，我也老不死你来真的！明公，你学的广播体操都去哪儿了？广播体操。大道无极，万象无相，一巧于力，以破千军。一巧于力，以破千军。万强弓箭，我操！这还是人吗？这真的是我做的吗？大哥，要不再来一炮？没炮弹了，看来得向国主申请动用洲际导弹了。天儿需以无敌之心应对此劫。别！我信，我只是有点惊讶。洲际导弹，你怎么不说来一发世界和平呢？我看这小子还有点悬，要不再来一炮？你们非得炸死我才善罢甘休是吧？好，来，炸死我！我看谁跟你们硬接去。看来还有点时间，让天儿慢慢适应吧。最近我察觉到大劫将至，不得已才让天儿下山。各位，若是渡不过这场大劫，在场所有人乃至这方世界都会化为上界样。此以前至尊的身份，望诸位戮力同心，共同渡劫。等等，要是什么仙界降临了，一炮轰天不就好了吗？天儿，仙凡两别，连你都能规避炮弹，更何况仙人呢？除非你能突破九重，否则未来依旧难料。那我应该怎么办？我9重已经卡了3个月了。3个月？你爸几十年了都没上过2重。除却天赋使然，也只有历尽情欲，才可掌控情欲。只有掌控自身，才有突破契机。而这第一步就是入洞方面。还没突破你就出来偷懒啊？爸，我觉得你那个方法越发的不靠谱。你到底怎么回事？9重的实力就这点耐力啊？这才1年你就受不了？你到底行不行？亏我还穿这身衣服助兴。1年365天，我360天在床上，上班也没这么上过，而且总得让我休息休息。休息？天下大劫，刻不容缓，你还有心情休息啊？什么大劫啊？1年了都没什么动静。爸，要么我给你挂个什么精神病的专家号，你自己去看看。他不来了。仙人落子，乾坤逆转。